阮着怎样行，阮着怎样行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会当伫圣礼典，就是今日咱第2摆，咱的兄弟姊妹要领受洗礼中间，咱所有兄弟姊妹为着因来关心，替因祈祷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听对侪人的中间来竞选人，成做你的囝儿。这是何等感恩的事！主，愿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这会要受洗礼兄弟姊妹信仰个别坚信你，主啊，你祝福因，互因认同伫圣灵教会，也欢喜伫这间教会服侍、奉献、参与伫各种的团契小组的中间，互因的灵命会当得到成长。继续伫上帝你祝福的中间，愿一只三甲祈祷，感谢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是咱教会伫今年第2次的洗礼礼拜，特别伫遮恭喜今日要领受成人的洗礼、小儿的洗礼、坚信礼，或者是信仰的个别。这是对一个人来讲，一生中上重要的代志。当一个人决志要成做上帝囝儿，我确信圣神也同齐印证，这是对圣神内底的定头生，这是何等欢喜的事！伫路加福音第15章第7节，主耶稣伊安尼讲。我要甲你讲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伫天顶的欢喜，比迄个99个义人无悔改的迄个喜乐更较大。今咱所读的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37节甲39节，就是彼得甲11个学生。因经验耶稣基督的国话，那呢，佮领受五旬节圣神的充满。本来是掠去的人，总是因壮胆伫众人的面前来宣讲，所以耶稣上帝已经予伊国话，阮拢是将士的见证人。迄个受定十架耶稣，上帝已经立伊做基督。众人听见这个信息，心内拢真刺激。我相信今日要领受这个圣礼典，就是通过洗礼进入伫上帝家庭内底。伫过去内底有真侪人会关心，有真侪人会陪伴，有真侪人会带倒。更较重要就是因伫礼拜中间听见上帝的话。也通过圣神的启示，因的心内刺激，因要伫上帝面前有所回应。所以就亲像这学生讲，阮着怎样行，阮着安怎做，才会当领受这个恩典。我相信这是一个行动，这也是一种的回应。所以咱着怎样行呢？头一个爱悔改。这是要仰望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具体的行动。伫过去也毋捌上帝的时阵，所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，拜偶像、拜神明、相命、算命、欺骗、白贼、偷窃，等等这些行为，拢伫上帝面前，无一项事会当稳捌伫上帝面前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要领受这个洗礼的时阵，伊就爱伫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。咱知影中文这个悔改这字有2个动作，头一个动作就是为着所做的代志来忏悔，过去的无知、过去的冲动，
过去所行上帝无欢喜的，欢喜来到伫上帝受恩宝座面前来忏悔认罪。佮第二个动作就是改变。过去是行这边的，现在要改变方向，来行上帝的道路。这种的改变，就是咱欢喜伫耶稣基督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中间得到赦免，对咱开始要过一个新的人、新的生活，甲旧的无共款。所以领受洗礼是一个伫主的面前悔改、欢喜，做一个新的人。就亲像保罗伊安尼讲，人若踮伫基督内底，就要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旧的代志拢过去，要变成做新的，毋是洗礼拢变做新的，是通过悔改伫上帝面前，咱的态度开始改变。咱的价值观开始改变，咱对信仰的热情开始改变，到底有一日完全成做上帝欢喜的囝子。第二个动作就是洗礼，洗礼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神共同来见证你我要归入伫耶稣基督的名。要成做上帝囝子，也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即摆身份已经无共款啦，因为咱是上帝国的子民。通过这个洗礼，你我的性命要行出黑暗，要进入伫光明的内底。过去所做的，即摆无要搁做；过去所做的歹代，即摆无要搁做。要通过这个洗礼，要进入伫上帝恩典的内底，要成做光明的囝，光明之子，要成做一个光明的囝子。原本伫罪内底是一个灭亡的性命，总是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宝血来转化，互咱伫伊内底有新的活命，有永远活的活命。就亲像罗马书第6章第2节甲第6节安尼写，受洗礼是甲主同死，搁同过活。迄个同死就是罪已经死去，同过活就是互咱有一个新的活命，活出基督的见证，有一个新的活命，活出上帝所欢喜、所喜爱的生活。洗礼是进入伫上帝恩典的门的开始。特别今日要洗礼的人爱注意听，洗礼是进入伫上帝恩典的门的开始，毋是结束。有真侪受洗礼兄弟姊妹认为，洗礼了后，我已经摕到上帝国的 passport， 对这了后，我会当安然自在到伫上帝面前。洗礼是一个开始那点，对属灵的角度来讲，洗礼就亲像一个属灵的婴仔刚出世那点。这个婴仔需要继续栽培，需要继续关心，需要继续造就，才会当伫一生的道路内底，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咱来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意思是讲，成做基督徒了后，毋是咱的人生拢一帆风顺。咱会当看马太福音，当耶稣受洗礼了后，伫第4章马上就是受试探。换嘴来讲，一个领受洗礼、成做上帝囝子的人，你伫你的生活、伫你的工作的各所在，拢会面对试探，拢会面对挑战。拢会面对诱惑，逐日的生活内底有真侪诱惑、迷惑、挑战伫你的四周围内底，总是咱爱记住，咱爱靠主耶稣来得胜，咱的确爱靠主来得胜。若无你我伫成做基督徒的生活内底，
悠远会活伫罪的中间，咱来靠主来得胜。今咱做你们这首诗歌，圣诗313首，写诗的人是英国的一个牧师，也是诗人，叫做普蒂牧师。当伊的囝儿、伊的查某囝要坚信咧来到上帝面前的时阵，上帝给伊一个特别的恩赐，会当写歌词。伫头的第1节的歌词安尼写：讲救主耶稣，我立志永远要对我做。特别今日要洗礼兄弟姊妹，救主耶稣，我立志今日受这个洗礼，毋是偶然的，毋是凊彩。是用一个真严肃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我立志，我永远，我一世人拢要跟对耶稣。无论伫我的生命中间，顺境、逆境，有欢喜，有艰苦，我拢要跟对耶稣来行。也要通过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，受主的拣选，跟对主来行的时，会当有水的见证。那这个见证是你，也要影响你的家庭，影响你的亲情，影响甲你三指节的人。通过你我生命水的见证，来影响最人，互因会当甲你我同款，有一日伫上帝的面前来接受洗礼，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通过这个洗礼，亲像彼得的见证，上帝圣神要充满伫恁的中间，上帝的神要互恁有恩赐，上帝的圣神要互恁结圣神的果子，也互恁伫顺境逆境内底听你的主，永远听你，无放杀你，互你会当行天路的过程内底，伫这种天路历程的过程内底。主听你，主惜你，要牵你的手，互你会当到伫迄个极水无比的所在。三甲来祈祷，主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你的话来成做阮的帮助。当阮领受主的你的话甲圣神的感动的时阵，阮的心气畅，就回应安尼讲，阮着怎样做？愿看见上帝你的神伫阮的中间，特别看这群欢喜受洗礼进入伫上帝的家庭内底，成做你的子儿的，为着过去所做的来悔改，主你的保惠就要赦免，通过着一个新的生活，也通过洗礼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同齐做见证，互恁归入伫基督的名。主要保守你，互你伫你生命的中间顺境逆境的内底，听你的主无放杀你，伊惜你，听你，牵你的手，互你会当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甲疼痛。伫顺境的内底就感谢懊恼。伫逆境的内底就吞忍，倚靠主。上帝所听的子儿，的确要将圣神来充满伫恁的中间，互恁持守要紧的约，到伫一世人。洗礼是一个开始，毋是结束。通过这个洗礼，我毋但得救，我也要得奖赏。上帝啊，愿你赐福阮，听阮的祈祷，伫你面前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个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452首，圣诗452首，上